今天呢，我借这个机会，早上来跟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互相来探讨。过去有一个16岁的少年呐，去拜访一位年长的智者，非常有智慧的长者。年轻人就问智者说：“我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能够给别人愉快的人呢？”智者就笑着望着他，就说了：“在你这个年龄呢，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很多比你年长很多的人呢，从他们问的问题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不管你给他多少解释，都不可能让他们明白真正重要的道理呀。那就一切随缘吧。”这个年轻人满怀的虔诚，听着，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得意的脸色。智者就接着说：“我送你4句话，让你去慢慢体会它。第一句话就是把自己当成别人，你能说说这句话的含义吗？”这个少年呢就回答说：“这句话是不是说，在我感到痛苦、忧伤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是别人，这样的痛苦呢就自然减轻了。当我在欣喜若狂的时候，我把自己当成别人，那些狂喜也会变得比较平淡一点，不会过头了。”这个智者呢就微微的点头，他接着说：“好，那我第2句话，把别人当成自己，你怎么解释的呢？”这个少年人啊，沉思了一会儿，他就说：“这样就可以真正能够同情别人的不幸，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需求，并且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恰当的帮助啊！把别人当成自己，那别人就是我自己咯。我自己不喜欢的，比如说别人啊批评我，这恶毒的言语来咒骂我，或者是误会这样栽赃我不喜欢这样，那我也不希望把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各位，这个就是把别人要当成自己最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希望别人遭受这样一个命运，所以我们要把别人当成自己。这个时候啊，智者两眼发光了，很有道理，很好。继续说到第3句话，是把别人当成别人啊。这个少年的领悟，他的体会，他就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要充分的来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立性啊？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不可以侵犯他人的核心的领域啊！我们彼此一定要尊重别人，要礼貌亲切的对待别人，把别人当成别人，你不可以随便的来去冒犯到他，伤害到他，或者欺负别人，不可以的，我们不能这样做的。这个时候，有智慧的长者就哈哈大笑，很好。很好，孺子可教啊！你这个孩子是可以教导的哦。至于第4句话，把自己当成自己，这一句话呢，要理解起来有一点困难，留着你以后慢慢去品味吧。少年说：“老和尚啊，拜托你慈悲了，你就直接开示我。这一句话我没办法去领悟，没办法去理解，你能不能很清楚的开示我？”结果这个长者呢，就告诉他：“好，既然你有这个要求嘛，我就满你所愿。我告诉你，无论自己在任何时间担任什么职位，你都要尽到自己本分的责任。这个就是把自己当成自己。各位，你们听明白没有？第2个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认知你自己，你本来的如来智慧德相，你的佛性呢，是跟佛完全一模一样的。心佛众生皆有佛性，个个都能成佛的。我们众生为什么不能成佛？主要是我们妄想太多，执着太多，所以我们只要去除了这个妄想执着，一样都可以成佛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样的觉悟是很简单的，多少人呢都错过了这样个因缘呢，把自己的佛性丧失掉了，太枉然了，太可惜了。原因在哪里？他不知道说原来我是可以成佛的。那既然我能成佛，我要像佛一样
样把这种私心、残忍的心、仇恨的心、贪嗔痴的心、忧虑的心、怀疑的心、骄慢的心，把它去除掉。你没有妄想，不会执着，那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佛做主的。这个就是这一句话，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关键所在呀。孩子，你听懂没有啊？这个年轻人一听，哇，满心的欢喜，感恩感恩感恩。所以我们六祖大师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是清净光明的，是不生不灭的，是具足一切的。我们的本性是不会动摇的，是能知万法的。所以你看，我们绝对有资格可以成佛。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佛？因为我们对外在这些假象执着、贪求，想去占有它，结果让自己的心整个被诱惑，迷失你原来的本性，丧失了你自己。我们用这样一段很简单的内容来跟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报告，希望我们大家一直同心协力，互相勉励，去除烦恼，能够明心见性，念佛发愿往生西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